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国快艇并存的案件。海巡署官邸昨要甲这个中国来进行第12届的会议，而且要专程来录影，佮传出要签保密条款等等。也毋过，咱的海巡署伫会场等几工，对方是拢无出现，一直到暗时9点才雄雄开始来秘密协商。也毋过，双方的代表拢无讲出相关的内容。所以你们今天有结果了吗？怎么会那么晚才谈呢？中国代表立场的时阵，面对新闻低调无回应，啊，不过后来记者阁问是毋是有共识，伊点头无讲话，引起议论。刚刚陆方有表态说有初步的共识，我们台湾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下这边的一个立场？今天怎么那么晚在密会啊？是为了摆脱媒体吗？海巡署副署长柯景基最后离开，小可有点忝，而且无表情，因为传出密会当中传出真大声音，技术双方剧烈沟通。柯景基有点无奈，因为海巡署原本找伊要甲中国第12摆协商，不过中国代表规工拢无出现，一直到暗时9点雄雄开始秘密协商，不过并无透露相关的内容。国台办说你极为冷血。看看我的体温。和中国国台办批评顶会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前往记者面，爱对方感受家己体温。中国船并船案件讲价传出中国要求比照港大刑案处理，关碧玲强调，若是完全无共款的案件，佮讲谈判双方拢版本的经历。佮表示，海巡执法正当性会坚持。海巡的执法，我们还是以优先，无论如何是一定希望能够保护自己与他船的安全。我们很不愿意看到有这样的伤亡。但是我们在我们国家的水域的执法权不容侵犯，这个是没有打折扣的条件的。我们一定要坚持，不会升高政治的对立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下礼拜要排定并存案专案报告，不过国民党副主席夏言甲国台办主任商讨会面，讲要就并存案监督民进党政府。行政长陈建仁批评夏言配合中国对海巡人员依法执法，真无公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